田小姐，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吧。不过在聊之前，要先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我的墨镜虽然可以过滤红色，但是却不带审美滤镜。我不希望再被田小姐这副尊容再次吓晕。刘总这是要使用美男计呀！老板就是老板，不择手段的精神值得敬仰。只要跟你产生肢体接触，你就不会出现，那个什么症？艾尔氏综合症。我只是比较极端的特例，只要看见红色，就会引起神经性生理功能暂时失常，所以才会头晕目眩。严重的时候，意识会丧失。为什么会是我呀？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的私人医生在帮我做脱敏排查。有点生气。哎，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要绕这么多弯弯道道？直接告诉你，好让你拿我的把柄为所欲为吗？你未免把人想得太坏。你未免对我的偏见太深，人心太复杂，太不可控。我喜欢用可控的方式，简单直接的解决问题。是你的傲慢让我产生偏见。田小姐，我有个提议，不如我们各退一步，我聘请你做我的生活助理兼潮玩设计师，你觉得怎么样？不，我的底线是潮玩设计师兼生活助理。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区别很大，顺序决定比重。这个女人就是性子高，倒是比想象中要聪明了。好，没问题。行，那我们来谈谈其他条件。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了。这不是维权砸晕刘总的那个大力女吗？小姐，欢迎你入职千盛集团。我先带您去见刘总，了解一下刘总的工作环境和个人习惯。好的。感谢贵平台的邀约，这次的公益活动我会准时参加的。好，再见。刘总，今天是我第一天入职，您对我的工作有什么交代的吗？希望你尽快适应特别助理这个身份，做好我红色的屏障。好的，刘总，设计师和助理我一定两手抓，好好兼顾。那我先去工作了。等一下，田助理，我不得不提醒你啊，设计师可以不拘小节，但是作为我的助理，必须要精致到发丝。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不知道。唐特助，你来的正好，带他去潮玩设计部报道。大家这次一定要把任务完成，明白吗？明白。钟总监，来，我帮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首席设计师郑倩，设计部的顶梁柱，暂代设计总监之职。总监好。这是我们的设计师狗哥，线稿大神。狗哥好。不敢当，不敢当。这位是设计师江江啊，我们的建模大神。这一波商业互捧真溜啊！这是我们的设计师小王、小谷和文文。大家好，我叫甜甜。那郑总监，人我交给你了。
能跟各位共事学习，太荣幸了。以后请多多指教。客套话就不用说了，那是你的工位，想尽快上手，先把我司3年来的设计理念和产品风格了解清楚。忙吧。我们欠点面冷心热，你别有压力。有什么事情呢，随时问我。好的，太谢谢你了，麻烦你了。刘总，今天下午的蓝天梦想白云公益活动现场会有拍卖福利院小朋友绘画的环节，无法避免红色元素。您确定携田助理出席是吧？田助理在设计部待的怎么样？已经跟郑总监打过招呼了，暂时不会给他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方便您随时召唤。去把田助理请过来吧。好的。等一下，除非我必须协助你的场合，其他时间不要打扰我的正常工作。好。另外，我希望我生活助理的身份在公司不要公开，尽量低调行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以上2点，希望刘总可以给予理解和尊重。不就是低调还有尊重吗？我亲自去。啊？刘总，刘总只是路过看一下。大家继续忙手上的工作就好。5分钟之后，停车场见。狗哥，什么情况？不可小觑啊！这个甜甜，我以为她是青铜，没想到她是王者，不可小觑啊！那她到底是下凡历练的小公主，还是霸总的秘密恋人呢？刘总，这边没有红色，你还要保持这个姿势多久？而且这个活动早就已经结束了。以工作之名，行放风之事，不好吗？感谢刘总，可是以后这种小事，可不可以不要叫我？我刚来，想要做好设计部的工作。这次的公益活动让千盛集团今日涨停，怎么能算小事？我现在就想知道这次放风什么时候结束？立刻结束。我现在就让唐特助过来接我。不好意思，小姐，您不能进去。老板有事儿，老板真的有事儿，我采访他一下，采访他一下。哎呀，就你这人，我们老板不我真的。接受采访，不好意思，小姐，请您去那边。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前段时间剪了一个病娇霸总 VS 抵制抄袭小娇娘的视频，没想到点击量过亿了。我们主编特意给我调到了鬼畜组，还给我涨了500块钱工资，这就是乐。那杯呢？小善呐，小善呐，你调到鬼畜组之后，这个点击量怎么还这么低啊？这么低啊？你要对得起涨了500块钱工资啊！工资啊！你听他说的是人话吗？还限定我1周之内再采访一位788的，做出下一个爆款。
所以，你是来采访那个甜品店老板的？没错，这个甜品店老板他把前任的头像印在奶茶塑封盖上，每天被吸饱戳。我就想采访他一下是怎么想出这么损的鬼点子的，没想到啊。Rose，我觉得你只是被轰出来，已经是老板的仁慈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外国人太难了。奇葩总裁，我那位老板可是奇葩界的扛把子。那你能帮我约他留下来的采访吗？成，包在我身上。谁让我的地位这么无可取代？啊，甜，你太好了。对不起，我帮你捡起来。啊，没事没事。今天大秘密来了，有关刘总。刘总的奇葩行径，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完全不感兴趣。好吧，我还以为你们会好奇刘总和田设计师的八卦呢。什么八卦？快说！刘总，已经预约好和李医生复诊的时间了。去通知田助理那边吧。好的。哎，对了，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是从设计部传来的，与你有关。唐特助，有我在的地方，哪天没有小道消息？这点你需要习惯，以后这种小事不必汇报给我。但是，这个消息的另一个当事人是田助理。哦，说说看。听说，田助理正在给您写情书，要向您表白。表白？阿田怎么样了？你们刘总答应了吗？姐妹要撑不住了。放心，我今天无论如何都帮你办好。亲姐妹，刘总，这回有空吗？我想见你。我看他拿情书了，要行动了，有点刺激，好想围观啊！自古表白多白表啊，我都有点替田设计师捏把汗。田助理果然爱上了我。哎，我这该死的魅力无处躲藏。或许有什么误会？不，他就是爱上了我。他之前总是想拒我于千里之外，但这一次却一反常态的想要接近我。这里绝不是误会。刘总，田助理好像不是。这种亿万少女的梦，你不懂，你没有经历过。那原定下午和田小姐一块去李医生那儿复诊的行程，算了，我自己去吧。这时候应该和田小姐保持距离。好的。我这该死的魅力。没空，不见。怎么感觉透露着一股冷淡？什么情况？刘总，等一下！
这么奇奇怪怪的。刘总，田助理为什么突然对您这么执着啊？也许是我之前邀请他的态度，让他误会了，陷进去了。毕竟，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注定是要背负情债的。说的好像有点道理，不过刘总，我觉得还是把话早点说开比较好。我怎么忍心呢？唐特主，避开他吧，让他再甜蜜几天。我这无处安放的美丽。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間難逃避命運，深藏見不可世間，我一生相信四遠方。刘总，那一定就是情书了。哎呀，我的错，却要田助理买单。哎，田助理，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长得漂亮，也很有能力，你真的非常优秀。怎么回事？这么夸我？这次真不会是要上演霸道总裁爱上我了吧？不要吧！他一定是察觉我要拒绝的，想要逃避。算了，长痛不如短痛。田助理，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我的生活助理。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不想失去你。刘总，虽然我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该保持的距离还是要保持的。他故作没事的样子，还有点可爱，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住我的拒绝呀？田助理，你不用再强颜欢笑。我欣赏你的审美，只不过我们是不可能的。刘总，你在说什么？什么不可能？你的想法我都知道了。你都知道了，那你可以答应吗？对不起，我选择独自美丽。哎，刘总，刘总，那我就把话说明白一点。我知道你手里拿的是情书，你要跟我表白，我不肯见你，就是不忍心当面拒绝你。刘总，请您用您24K 钛合金的眼看清楚，这是不是情书？刘总，我仰慕您许久了。你带领千盛集团乘风破浪，势如破竹，是青年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邀请人是刘思。专访邀请函看清楚了吗？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我向你表白，我们2个人之间隔着一整个生物链，好吗？田助理的意思是说，圈层不同。拜托，是物种不同。很好，田助理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很满意。放心吧，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您根本就不是我的菜。非常好，我也不会随便就接受什么人的专访，毕竟物种不同。田小姐，下车吧。
甜甜甜，看你这张嘴。对不起啊，我没想到他会那么斩钉截铁的拒绝。哎，没事儿，他这种媒体圈出了名的难搞，就算答应了接受专访，说不定之后还会搞出什么其他问题。对，采访他肯定是翻车现场。他哪里像个总裁啊，根本就是个外星奇葩。要说男人，还得是罗茨学长那样的，有才有貌，那才是值得被宣扬的业界楷模。罗茨，这么久了你也就见过人家一面，还爱慕着呢。哎呀，什么爱慕呀，那是崇拜啦。嘿嘿，罗茨学长可是我男神。男神，男神，哎呀，男神。我跟你们说啊，他本人比照片还帅，这才是我心中的偶像。大神不愧是大神，人不在江湖，江湖却流传着他的传说。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罗茨学长就是潮玩界的男神。不就是杂志封面吗？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男人中的天花板。大神一出场，把刘总的风头都抢光了。唐特助，单记者的专访安排一下。Now。刘总，你……我想过了，田设计师的请求，我不可以拒绝。昨天冷言拒绝，今天热情接受，这是什么神操作？天哪，这是告白成功了吗？要走霸总秘密恋人的剧情了。对，刘总，再往这边来一点。对，就是这样。太帅了，刘总。绝了，刘总，绝世男神。田助理，怎么样？我的优秀是有目共睹的吧？刘总，您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我想上杂志封面。刘总，您的回答总是那么的出人意料。没办法，天才总是独特的。刘总一直是网友心中永远的神，而且为人也一直很神秘，出行必安保。很多网友问在哪里可以偶遇您。梦里。西来，我们经营还过得去吧？以后这种采访就不要接了，太不严肃了。叔叔，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赵赵发的朋友圈也都是这种的。你跟他比啊？你可是千盛的总裁，你说你又能挣钱，又有一副好相貌，怎么就连个老婆都找不到啊？叔叔，要不然你还是多关心关心赵赵吧。等赵赵从国外学成归来之后，可以跟我一起管理公司。学成没学成不知道，但他说明天回国。你空出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吧。那我要提前布置一下，给赵赵一个惊喜。今天设计部机会，明天你作为新人，你应该要多喝一杯。没问题，我得谢谢大家对我的关照。哎呀，客气什么呀？饭局能够快速的增进感情，你要适应这种如春风般的温暖，同时见证一下本部社交天花板。走吧，我车停在对面。我在公司地下车库等你，有工作，田助理。抱歉，我今天晚上有个约会必须去，今天就不能参加聚会了。下次我请客。去吧，没事，拜拜。不是，走吧。烧烤。上车。刘总，我们不如协商一个暗号，不然每次都这样，总觉得会露馅儿。
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吗？男人果真至死是少年，幼稚。今天还是去李医生那儿吗？李医生出差了，过几天再去。我弟弟要回国了，要买点东西，准备接待他。你弟弟？爸，我回来了。搞什么鬼啊 ！Surprise！ 找找，欢迎你回家。要不要这么幼稚？找找，不是吧？你也要来？臭小子啊！可算回来了，进屋。找找，这些都是你哥特意为你准备的，怎么样？惊不惊喜？一看就是柳熙来的自嗨审美。还真是惊喜呢。我就知道你会喜欢。为你介绍一下，我的特别助理，甜甜，是她来帮我布置的。你好，欢迎你回国。给柳熙来当助理，看着也不像脑子有坑。臭小子，赶紧去换衣服，一会儿吃饭。厂长，去你的房间看看，我特地为你准备的惊喜。还有惊喜？惊喜！我去，这大红的配色，我还以为是结婚照呢。田助理，我这么低调，感受到我满满的尊重了吗？您能再低调点吗？这很难。唐特助，你太难了。唐特助，你对自己的待遇不满意？满意，非常满意。田助理，如你所见，我从不委屈我自己的员工。这得吸收多少日月精华，才能长成这么一朵奇葩？刘总，我希望您能遵守约定，不要随便以总裁的身份出现在我的周围，这会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困扰，好吗？强大的人永远无惧外面的流言蜚语。